观众朋友晚安，欢迎收看6月11日暗新闻，我是朱永晓。先带你来看今仔日的新闻重点。本土是增加79598个，对6月15开始，所有入境的旅客拢改做3+4，3天居家检疫，4天自主防疫。中国对6月13开始暂停进口台湾的石斑，农委会指控中国违反国际贸易规范，咱可能向 WTO 申诉。总统蔡英文伫初早伫哥本哈根民主高峰会发表施政演说，强调台湾面对压力绝对袂屈从。今仔日国内增加79598个本土，中重症有446例，死亡也有221例。今仔日也宣布讲，因为快筛的产量稳定，对拜一开始，快筛的实名制免阁照身份证的尾号来分流买，而且边境也要放零落。对6月15后礼拜3开始。所有入境的旅客拢改做是3天的居家检疫，4天的自主防疫。因若国际航空的飞远途的机组员，因若是做过3档的疫苗，是以体检代替隔离，做7天的自主健康管理。咱国边境检疫政策搁在放松，疫情指挥中心宣布，考虑国内疫情甲医疗量能，并且促进经济甲社会活动以及国际必要交流。下礼拜3 6月150时开始，所有入境的旅客自主检疫天数放宽是3天加4天。头前3天有电子围篱袂用出来，后壁4天即要有2天是快速检查阴性，就使出来工作也是采买，而且需要专程挂喙安。第一个，我们今天并没有全部开。好，我们做了总额的管制。那第二个项目我们没有增加，比如大家也殷殷期盼的要观光，这样的团客观光，这我们都还没有开放。另外，国际航空机组员登来台湾检疫做法也对150时起来做调整。即月主办3档疫苗的登场航班机组员，应对现行3天加4天改做2天加7天，用检测代替隔离，免搁再自主检疫。也搁无主办3档的，依然是3天加4天的检疫。外界关心边境的检疫放松，是不是代表9月会使予旅行团出国来旅游？但是中头一摆表示有机会。染疫的率，或是在管理上，或防疫检测，或防疫旅馆等等的管理上，是不是能够上轨道？那当然，一步成功，那下一步就加快脚步的可能性就会增大。但是中表示，本土疫情看起来算讲稳定，不过在拜六因为电脑系统转动无正常，新增加79598例本土病例，包含早起部分通报确诊个案，所以病例数较多。其中以高雄市新增加13000多例上多，台中市、新北市在伫后壁也袂少，病例数拢超过1万例。伫中重症新增加446例，死亡是211例。今天这数目是多报了，因为后来系统在修改之间没有办法再回到昨天那个时间点，我们本来有一个截止点，那所以那个截止点就一直延伸到刚刚，再把它算作截止点，所以早上的数目就会把今天早上的数目都加进去，那数目本来可能是明天要报的，然后今天的种子案例要报出去，所以明天如果合理的情况下没有降，就表示它在升了哈。根据指挥中心的统计，到6月初10为止，国内本土挖到死亡总计有2944例。进一步分析发现，对发病到死亡的天数，2天到3天占41%，4天到7天占26%，7天以上是33%。对发病到死亡中位数是6天。另外，加用快速检查器实名制，因为血源有充足，所以下礼拜1、13开始取消单双号分流限制，民众会使依照需求随到随买。记者综合报道。伫446例中重症内底，有5个重症拢是得到 MIS-C 的囡仔，其中上少年的才2岁。目前 MIS-C 的案例也已经有8例啊。内底医师警告讲，这个未来1个月可能会出现167例 MIS-C 的个案，一年恐惊个来到650例。确诊数庆管指挥中心12公布增加中重症446例，其中5例重症囡仔得到 MIS-C， 其中上少年是1名2岁查某囡仔。确诊20天了后，雄雄发烧真悬，有结膜炎，操唔治。另外3名6到10岁查甫囡仔 MIS-C 并发混合加急性膜肠炎，目前病情拢有改善。那我们国内目前就是经过研判公布的 MIS-C 个案累计已经有8位哈。年龄就是从最小的今天的这位2岁到10岁的个案都有，那其中6位小朋友是在5岁以上这个年龄层，5岁到10岁这个好发的年龄层哦。指挥中心提醒囡仔确诊6礼拜内继续发烧，而且出现目睭出血等6大症状，要马上看医生评估。卫福部11早起也针对 MIS-C 开临床处置甲案例研讨会，其中医师推估台湾未来1个月可能出现167例 MIS-C 个案。
很粗略的用人口的比例去换算，我们的疫情如果跟美国类似，发生率类似的话，我们一年可能会有650个左右的这个密西的个案那用这个比例算下来我们预期在最近我们会看到这个160几位的这个密西。伊分析，密西的发生可能是甲一寡有特别基因的人伫感染了后会出现失控状况。另外，指挥中心宣布减低囡仔新冠疫苗自第2期计4到8礼拜。前卫副部长林兆宪表示，减低住的时间对预防囡仔密西发生有帮助，呼吁家长赶紧带囡仔去做疫苗。记者综合报道。北部疫情是有较缓和，台北是加5384例，新北市添10728例。新北市长侯友宜就表示讲，8例犹原是算济，袂使放量。也若进前陈市长讲到稳稳事件的时，讲1922无公权力。侯友宜讲这款讲法是和民众知影的天差地。陈市长阁伫记者会回应讲，新北市长若唔知影，会使发公文，指挥中心会讲清楚。伊伫讲手来感谢医护人员，新北市长侯友宜再去到邦桥一中检疫中心来视察，强调一检中心和病院病床会使另外来运用，是保全医疗量能最后的堡垒。在疫情在舒缓的过程当中，我们仍然需要集中检疫中心配合居家照护，以及我们的医院，一定是在最后医疗量能逐渐缓降的过程当中，这是一个最后的一个堡垒。新北疫情虽然慢慢降落，不过确诊数依然真悬，无倒来放松。另外，继续追查恩恩案件的通报都会出问题。恩恩爸爸认为1922专线延误转送，也毋过指挥官陈市长回应，1922专线无公权力，是委外经营疫情的通报加咨询服务中心。对着陈市长的讲法，新北市长侯友宜批评，这款的讲法甲大家所知影、所认定的是无同。1922 2年多来，在所有的民众的认知底下，就是防疫专线，也是就医专线。突然你告诉民众说这个没有公权力，就完全颠覆民众的想法。如果连侯市长都不知道，那真的是没有办法哈。那可以来一个文，我们可以把它讲清楚。防疫专线1922到底是不是公权力，引发调查激烈的论战。国民党质疑1999民众服务专线、113妇幼保护专线相关是伪外，而且有公权力，有安怎1922无根本讲袂通。但是中央是一部解释，对着公权力的解释是有真侪种。指挥中心是指1922无指挥权、调度权，因为指挥有一定的体系，上好莫乱去。记者综合报道。这快艇若走出一条线，就是阴性；2条就是阳性。不过，即马传出附录这个牌子，有一批快艇这是出问题，开检了后，这线是拢走袂出来。台中市已经分出3万份，高雄嘛有买到共一批的10万份，也分一寡册啊。若是摕到这批的民众，无论有用过无，拢会使摕去换。民众摕到台中市府发送的快艇试剂，到卫生所进行更换。因为这批配合 COV2025-056的附录试验快艇试剂，有民众伫咧测试了后，发现连品管线、C线拢未出现，根本就无法度确定是阳性也是阴性。我跟我先生刚好4个，一个人2个嘛，就4个。因为他写说到6月30号为止啦，我想说那今天有空就赶快来。台中市府表示，摕到这批有问题的快艇试剂，分别是5月25号到6月9号来注新冠疫苗的65岁以上市民，还有55岁以上原住民。因伫咧注了疫苗了后，当场领2剂快艇，还有登照机构甲幼稚园的员工，总共差不多3万人受到影响。如果你开封了，你这个壳拿来也可以；如果你没有开封的话，整个试剂拿回来也可以，或者你带着你接种的这个小黄卡。证明你是在5月25号到6月9号来施打疫苗的话，我们都可以再发2剂的这个快筛试剂。高雄市府嘛同款采购了同批的快艇试剂，差不多有10万剂，已经有部分发给民众。今日开始，嘛会使到卫生所来更换。台中市的疫情搁伫咧高原期，市府关怀包为6月1号开始，甲由里长来协助发送，但是市府规定民众必须要签收。不过部分民众全家拢确诊，有里长唔知影安尼是要安怎签收。怕说是不是没有签收，是代表关怀户没有收到东西，这样子他们也怕说以后没有办法交代，那就是会比较仔细的请他们
尽量出来签个名这样子，但是也是让自己也陷入这个风险当中啦。台中市民政局接到里长反映了后，会来取消签收的方式，假如里长家己伫咧居家照互民测顶员注记，掌握是毋是有送到位就会使，避免里长无必要的困扰。记者台中综合报道。中国宣布讲，对6月13开始暂停进口咱台湾的石斑，讲有验出禁药。进前，中国就禁过咱的往来色客，佮有染物，即马又佮加一项石斑。陆委会主委陈吉仲，伊透过实信也表达违反，指控中国讲安尼是违反国际贸易的规范，可能会向 WTO 来申诉。去年年底，中国指台湾有2批石斑鱼检出禁药温性控制力甲结晶子，迄时阵暂停屏东2间养殖场石斑鱼出口。过半年，中国海关总署有2批石斑鱼检出温性结晶子超标，为13开始暂停台湾石斑鱼输入。11早起，人伫厝内居家照会农委会主委陈吉仲透过视讯表达遗憾。我想，这个中国违反相关的国际贸易规范非常的清楚，他对我们可能有什么样恣意或是无理的歧视，好，这是 SPS WTO 里面第一个他可能违反的。针对中国指控台湾管控不好，农委会强调，针对110年个案拢有调查取样，拢无检出禁药。国际贸易针对检出残留物超标的时阵，大部分以这批废品退分或者是消费为原则。不过中国直接暂停输入，违反国际贸易的惯例。我们不排除到 WTO 的 SPS 里面再次的来针对这个议题做申诉。国内石斑鱼主要产区是屏东、高雄、甲台南，不过近2年受疫情影响，出口量剩一半，只剩6600多吨。农委会表示，推高受影响3600吨。养殖发展协会指出，这几年到中国出口量已经减少，不过开拓其他海外市场，好亲像进展真慢。这几年来，大家一直在努力想要开拓其他市场，只是说没什么大的进展。渔业署水平会辅导渔民然后从事强化国内行销，加推出加工冻毒加外销奖励。总统蔡英文11下晡也伫面切表示，中国搁一摆形同通知，单方面停止输入，这是单方面伤害两岸关系，所以要表达严正谴责。伊也指出，中国打压台湾农产品，禁止往来输入，南农已经克服难关啦，这摆也一定会克服挑战。记者综合报道。中国禁咱的果子，即马搁换禁止石斑。屏东的农业处就坦白讲，有料想到中国的路数，所以石斑已经减饲一半，改饲别款鱼啊。因也有咧看讲，敢袂使销去别国。一早起来到高雄永安饲石斑的水池，业者无用咧饲龙虎斑，照常做工课，无受到假日影响。不过对于中国全面禁止石斑进口，非常无奈。技术好，饲只鱼啊品质好，搁无法度通去销往有需要的国家，安尼就是阮养殖者渔民艰苦的所在啊。业者指出，石斑国内市场只有3成，在几年疫情了后，分送鱼群减少，客网路的通路剩2成，过去价销上悬是每台斤400-500块，目前平均价销160块。石斑禁令牵涉到政治问题，呼吁政府赶紧解决。讲销袂出去迄个已经无八大足拢倒啊。石斑嘛饲真济，屏东县农业处表示，状况已经有想到，对去年的水果禁令和今年初石斑禁药风波了后，最近几年石斑饲的面积已经减少，转做饲国内需求量较悬的低级鱼种，辅导调整产销措施。这几年我们也有尝试辅导一些业者到其他的国家去啊，比如说美国的冷冻的一些加工品啊，渔产的包含石斑啦，其他的冰鲜的部分，包含日本看有没有办法再谈啦。不过水产品要推广到其他国家，嘛因为最近海空运输成本增加，各有当地市场接受的程度无同款。屏东县政府指出，拢需要更加侪方法来解决。记者李小燕、赵冠综合报道。总统蔡英文初十受到邀请，伫哥本哈根民主高峰会发表施行演说，强调咱台湾和乌克兰同款，面对压力绝对袂屈从，会守护咱的国家甲民主。那朱立伦对这个美国访问刷返来台湾，讲到9·2共识。伊讲9·2共识的精神，就是找到相同的部分，保留无同的所在，互相尊重。伊也希望两岸继续交流。Like Ukraine, Taiwan will not bend to pressure.
Despite growing threats, we are determined to defend our country and our democratic way of life. 总统蔡文七在哥本哈根民主高峰会发表施政演讲，强调台湾甲乌克兰同款未克服压力，因为民主是核心价值，已经成做台湾人民认同当中无用稳妥协的一部分。佮进一步表示，贸易投资合作会是台湾甲国际共同支付为权主义的关键指标。We're ready to assume the role of an indispensable partner to Europe, not only in democratic unity and renewal, but in various key industrial sectors. 哥本哈根民主高峰会，蔡总统发表有关民主的讲话。另外一边，国民党主席朱立伦访问美国最后一站洛杉矶鲁比交邦，也报条欢迎让国旗迎接。盘点朱立伦访美期间的发言，提出亲美反共议题，各一摆诠释就是共识是无共识的共识，也被外界解读是要定调国民党的亲中标签。9·2共识当时最重要、基本的精神叫做求同存异。对于双方没有共识的部分，相互尊重，各自表述。朱立伦强调，国民党是创立中华民国政党，永远捍卫中华民国这件代志绝对袂改变，维护民主制度，反对台独，希望未来两方继续交流沟通，对政治无共款的看法会继续努力。记者综合报道。有北京的高层讲，对美国时间6月10日开始，坐飞机入境的旅客唔免阁准备24点钟内的阴性证明，而且美国也按算伫6月15针对莫德纳6岁以下和辉瑞5岁以下的囡仔疫苗来申因的紧急授权。美国拜登政府官员昨日表示，基于科学家资料显示，入境24小时内新冠阴性采检证明已经无再有必要。所以讲，美国时间12点01分起，入境美国旅客无再需要出具起飞进程24小时内阴性证明。过去几个月来，欧洲多国已经陆续解除入境阴性证明的规定。美国旅游业有色团体一直呼吁拜登政府也必须来改进。另外一方面，对着儿童疫苗的注射，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 FDA 会在6月15来举行会议，来决定是不是紧急授权莫德纳对6岁以下幼童疫苗，也有辉瑞 BNT 对5岁以下幼童疫苗注射。那审议通过，有希望在6月2日开始做。莫德纳的幼儿疫苗是2剂注射方案，用伫6个月到6岁囡仔。莫德纳计划对这年龄层的囡仔注射25微克的剂量。在莫德纳的临床试验中，2剂疫苗必须要隔28天。另外，辉瑞 BNT 的3剂幼儿疫苗注射方案，在5岁以下囡仔内底以3微克来进行试验。在临床的试验中，囡仔必须要隔3礼拜注射前2剂，第3剂至少是在第2剂了后3个月再来做。Pfizer's numbers are looking quite promising for this 3-dose for these smaller children. And so I think it's a huge step in being able to normalize things for us again. Kids getting back to school, kids being able to go out and be out and about with some reassurance that they're protected. 美国已经将近500名5岁以下囡仔因为新冠病毒死亡，几啊千名幼儿患有儿童多系统发炎症候群 （MIS-C） 也是脑炎症重症。最近美国900多名医师联署来呼吁 FDA 要赶紧来审查疫苗相关数字，为5岁以下幼儿提供保护做法。另外 ，FDA 下礼拜也审查莫德纳针对6岁到17岁疫苗注射。公视新闻郑婉琴编译。佮当来看国内的消息，最近风面大台湾，各地拢落大雨。苗栗的通宵也传出灾情，伫通湾里有土角厝规片壁放弃，甲巷仔拆掉咧，家在遮已经无住人啊。另外，伫福隆里的山顶有徛起头前的路也落落，土骹佮笔长长一顺，即马已经先封起来啊。旧厝靠巷仔这一边的壁已经规面倒去，厝顶也落落，土砖下片那个规土骹阻挡人车通行。两日通宵通湾里这个土角厝，因为连续几天落大水雨，煞倒去。好佳在厝主早就搬走，倒的时阵厝内底无人，无造成伤亡。不过巷仔无法度过，电工所会协助来清除。如果是属于私人的房屋，基本上是应该由房屋屋主自己来处理。但是因为它刚好倒在这个公众通行的道路，那我们为了这个民众通行的方便，所以我们公所还是会积极去把它抢通抢修。
镇公所也要求厝主赶紧拆掉残留落来建筑物，避免佫发生倒去上条无辜的路人。大雨也予通宵镇福隆里山区一个面梯头前的通路落入去，好亲像因为下边的土石流失造成地面出气，也佫出现长长的泥泡。一开始好像没有很严重，然后后面它就是连续下雨之后就开始就越变越严重。哦，对，因为它一开始只有裂那边而已，然后后面就是连这边都裂。当地人表示，这自路虽然人无多，不过这通道平常时也可是有人过。大雨落入去了后，已经先封起禁止通行，地面也先用布棚盖咧，避免土石继续流失。目前透过公所向县府或者是中央争取经费来修理。记者综合报道。考虑疫情影响，物价起价，新竹市对7月份开始，老人共餐的补助对1顿52块增加到70块。因希望时代会当食饱，佮食好营养。灶骹当咧无用煮饭炒菜，免偌久时间，好味的料理一项一项捧出来。时代把摆咧准备要领便当，看到菜色，大家拢真满意。今天的菜特别好，做得很健康，不会油腻这样，有营养有卫生就好了。新竹市自104年开始提供时代共餐的服务，迄时阵是参考学校营养午餐费用，特顿补助33块，108年调整到52块。73日考虑到疫情影响，加上食材起价，7月开始补助被提高到70块。很多长辈因为小孩或者是家人都去上班，他中间常常就是吃的不营养，甚至就是一个便当吃2餐。那我们希望就是说，在我们所有的人力跟所有的社福照顾，都能深入每一个社区。当地里长讲，即马买菜成本确实价较相当，好佳在业者知影食材是要予时代共餐使用，拢加减算较俗。这个提悬食材费用，对因来讲，确实帮助真大。记者对君和新竹报道。大稻埕永过是重要的商业中心，带动台湾的贸易发展，佮出真侪无共领域的高人，而且这高大佮保留真侪历史建筑。有一位画家，伊就参考清明上河图的布局，画出大稻埕过去繁华的光景。咱带你做伙来看。它会让影像有点变形的效果，你在移动的时候，仿佛那个人也会跟着移动。无论市集、街路顶顶呈现过去大稻埕的活力，规幅图用汉镜看，那像清明上河图，看的人感觉图内底的人、车船，拢感觉会叮当。那的确，我有参考《清明上河图》的构图跟它的作画的那个观察的城市的锐利度，这样观察到人在街道上那个建筑的尺度跟样式，甚至还有一些很多活动在上面。本身建筑底叶家伟以清朝甲日本时代的街路做背景，加入家己的想象，用很快的方式来画大稻埕的全景。大家通伫图内底看到过去，这200挂栋建筑甲街路的配置，用古今结合的方式，体会大稻埕的青春。它是用各种不同时代，然后曾经真的存在过大稻埕的，比如说建筑也好，街道也好，这些都是有经过照片考据，然后真的就是我真的看到大稻埕曾经发生过这件事情的。这个时间包含到现在。这部青春有时当咧调画过老好大稻埕展出到7月初，主办单位表示，展览嘛结合一寡收藏家的藏品，亲像日本时代的公车票、日本画家所绘台湾地景图等等，希望参观的民众通透过罕得出现的珍藏品了解历史。记者陈阿文、周玉水台北采访报道。带你做伙来看明仔的天气资料。北部地区是24度到30度，伫中部地区是25度到32度，伫南部地区是25度到33度，东部地区是24度到31度。华岛地区是21度到30度。一个捌伫病院做一名治疗师的陈英伦，因为唔甘看到路上看过病人，会看过亲人失去家己的人生，伊特别的创网络平台分享这女性的生命故事。小等下7点半，请继续收看《青春咱的梦》，来看伊安怎替女性发声。
感谢你今日收看 AM 新闻，我是朱永晓，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